今天不是一天都在陪你逛嗎？你看看我脸上只有2个字：誠意。好了，那你说我这件衣服是扎起来好，还是放下来更适合我呢？是扎快，来了，准备一下迎接。哎，店长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还在换衣服呢，你们走什么呀？这位客人您有所不知，今天我们集团总裁过来巡店，但这并不影响您购物。如果你有什么喜欢的或者合适的，你可以继续挑选和试穿。祝您购物愉快，谢谢。总裁，妍希，他们说的那个 SL 国际百貨的集团总裁，是不是新闻上说的那个花花公子顧惜成啊？不知道啊。好想去看看他传说中的老婆是什么样的，这么好命，我要去看看，我要去看看。人家老婆长什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来，我这件不是试穿，你就有看一眼，就一眼好不好？就一眼。来，你先过去试试。哎，帅哥，帅哥，好好试衣服。这里要重新装修，这家店的灯光再调得亮一点，这个广告牌子要重新更换。顾总好。这家店装修的不错啊，进去看看。欢迎顾总莅临指导。把头都抬起来。你的头发太乱了，弄整齐一点。你的发型不错，皮肤也还可以。你的皮肤不太好，下班之后多敷